我講，女界要知係講個發生緊嘅事，全球首個看過脫髮原因被發現，你嘅頭髮亦都會喺10日內感受到奇蹟，喺短短10日內令你嘅毛孔打空，同你嘅頭髮變得有光照嘅奇蹟。呢個正正就係貼士眼閉拼鬥上面發生嘅事，細心聽，仔細聽，你嘅煩惱今日就會結束。第一節，鏡中嘅我，頭髮稀疏，當毛細血管死亡嗰陣，血液流動就會受阻礙。我曾經係一個自信嘅年輕人，依家孤獨感越嚟越深，食煙同即使食唔好嘅選擇，我嘅身體失去咗營養，我嘅健康亦都下降咗，頭髮變得稀疏，頭皮是切轉，頭皮嘅細血管變差緊。而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毛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貼士幣奔跑我會再次揾到自己當年。打開咗塞嘅血管，同埋提供營養，拯救某龍，播下希望嘅種子。我只係7日就感受到變化，頭皮嘅血液循環，我嘅頭髮亦都活返嚟，睇住我，另一個我變化形態，透過運動同營養，保持頭皮健康，當回血管變得更強壯，我等咗好耐嘅日子將會到來。而家我知道變化嘅原因，也毛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消費幣幫我會再次揾到自己當年。忘記疲憊嘅過去，唱着希望，我會用實際嘅努力去救我到頭。當你頭髮長咗，頭皮消咗，夢見再次揾到你失去嘅頭。愛再笑，我可以開頭，冇實體嘅頭髮，可能再次發光，冇後悔一切，一個新嘅我，咖啡唔使擔心脫髮。